冠军即将出炉，你们能说出你们心目中的冠军是几号选手吗？因为我们比赛呢，它只是一个局部的展现，并不能完全的呈现每一位选手的综合素质和全方位。如果说你今天获奖了，那么恭喜你；如果说你今天没有获奖，也不要气馁，因为你的美可能会呈现在生活的更多的方方面面。接下来我宣布，荣获本届中国文山棒兜郎苗族国际花山节选美大赛总决赛冠军的是15号选手李真红，恭喜你！好，请我们的拳王熊朝忠分享颁奖嘉宾。好，这次我邀请我们一个苗族的一个画家，也是我们马关籍人物，在北京洪桂明先生为我们的冠军颁奖。好，有请我们的画家上台。